你叫我做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江道培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哎，真是天晓得啦！我老罗今夜为了杀人梦，这种事情送你碰到过。我虽是身上山崖一处痕，将兄打到我不为重。才难耕种，我只得生晒人儿当拉夫。上一道男子晒着人家业，因此让拜托老拉没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佩服无有谁知吵吵闹闹起风波，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今日我苦命寡妇却为呀好。老拉昨日他苦，直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家晒里老，又以为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界慎重儿，使人看见一句在目，家贫无计难守寡，你自己愿意嫁上夫。我自己愿意的，短命辣子。他还是一位乡里万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。我花去这里80钱，下妹里外不算数。哎，是80钱啊，你一般不知道。我不做强盗不做人，你当我80钱钱是从哪里来？我本是锦绣，本是锦，平平翠翠翠龙来。今天人是东方花作人上对，我老罗是一场欢喜百人悲，这年新秀花人会，今生莫想再把期望配，我是区区薄人番茄长，败落的一个江道培。
那穷人夫妻情难配，他把这千人非容易，多少血汗去换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难生情，还老了他留下了一生根，我恨那子冤婆婆，我应该翻墙牢牢来自归。只见他有时懊恼，他有时会逃入一旁发了呆，倒叫我要是不能死了归不家归，要闹也不能闹，要赔也不认赔，这真是谁也难来，谁也难来。心亏两难我安排，我好命苦，我好命苦。要我会对你好的。下头的唱调也赞个，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奖。